你等一下。哎，能让他进去吗？听说这个职位撤销了。皇上有旨，笔墨侍书之职位已被撤销，这苗牌已经作废了。你是说，皇上不肯见我，连宫门都不让我进吗？没错，听说你以前很受皇上恩宠，可现在皇上连见都不想见你一面，还不快走！再敢在宫门口喧哗，我等就对你不客气了。龙小弟，不，皇帝陛下，原来这才是你我真实的距离。好，我走。追！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拦住他！别跑！让开！老孙子，这丫头只可生擒，不可伤的。闪开！快滚！就你那三脚猫的功夫，还想强闯紫禁城？要不是头儿吩咐不能伤害你，10个你也早就人头落地了。快滚！好，龙小弟，你不见我是吧？我却非要见到你不可。哎呦，李公公啊，您老是什么时候出去的？我们怎么没看见您出宫啊？咱家是奉了皇上的密旨，出宫办点差事，从侧门出去的。如今这差事办完了，自然就走正门了。你们怎么能看得见呢？公公辛苦了。好说好说，改天请你们大家喝茶。谢谢公公。什么人？给我拿下！李公公，是我。住手！啊，原来是世淑姑娘。啊，不对，现在没有世淑姑娘了，是李欢姑娘。姑娘，你快走吧，皇上他不见你。李公公，麻烦您进去跟皇上说一下，说我来了要见他，万一他改变主意了呢？唉，没有用的，皇上已经说了，他不会见你的。哎，等一下，李公公，麻烦你帮我把这个手帕交给皇上。好吧，我给你试试啊。龙小弟，以前我可以随时见你，我的每一次出现都会给你带来惊喜。可是如今，我们却已是咫尺天涯，这道门槛，我再也跨不进去了。李欢姑娘，皇上还是不愿意见你。那我的手帕呢？啊，你的手帕皇上留下了，皇上让我把这个还给你。龙小弟。
经拿到了铜匣，我对你来说没有利用价值了，是吗？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你为什么不肯放了我朱哥哥？为什么？皇上有旨，送李欢姑娘出宫。一定要是在视察，玄烨，你万万不可信我。李德福，在，把这个拿去还给他。这。你们这是干嘛呢？义父，这李易欢假扮成李公公闯进宫来，说要见皇上，被皇上轰了出去。没想到他居然一下子晕倒了。哦，他这是真晕倒啊，还是假晕倒啊？身体这么沉，想必是真的晕倒了。不过我听说他以前就有着头疼晕倒的毛病。对，听说他上一次晕倒了，皇上亲自守了他1天1夜呢。住口！别乱嚼舌头。皇上怎么可能为了一个女反党守上1天1夜呢？是卑职多嘴了，索大人恕罪。行了，把人抬走吧。这。大赛，
来，怎么了，义父？一会儿你们把他抬到紫禁城外，你要想办法。明白吗？义父放心，这事儿包在我身上。去吧。你们先下去吧。这。同盟大人，东西还给他了吗？回皇上的话，奴才已经把荷包放在了易欢姑娘的身上。如果她还能醒过来的话，应该能看见。你说什么？她不是装晕的吗？她不应该出了宫就活蹦乱跳的吗？皇上，易欢姑娘这次可不是装的，她真的晕倒了。听说她今天闯了2次宫，跟侍卫们交了2次手，可能是用力过度，身体发虚，诱发了她头痛的隐疾。奴才追出去以后，皇上恕罪，慢着点，皇上！皇上，怎么了，索大人？快，皇上怎么了？回头我再跟你讲，索大人，我得伺候皇上去。皇上，皇上，慢点儿。